农委会资料显示，咱国内大约有1400多公顷的地种菜花，种花上济哦。也毋过菜花技能拢单调较济，是真浪费。咱来看中兴大学研究团队因利用加工的技术，互规蕊的菜花拢通食，咱做伙来了解。一般一般的套餐料理看起来真好食，毋过详细甲看卖，这边的饭哪亲像是无啥共款。原来这是花菜菜骨做成的花菜米。中兴大学甲民间的研究团队产学合作，甲一般国内较罕的摕来食的花菜骨，加工变做是米的替代品，安尼就差不多是规蕊拢会当利用。上面的话，半部只有65% 的利用率，有35%事实上都是等于可能副产或是废弃物处理。那我们现在的技术可以把全部提高到85%。所以整个花菜可以提高将近20%的利用率。食品系教授指出，即阵大家注重健康，不少民众是用花菜米来替代淀粉，嘛减少热量。而且目前国内卖的大部分拢是靠进口的，干那食这花的部分。根据农委会农政报告资源网的资料显示，国内去年花菜产量有3600万公斤，有一定的产量。若是会当提悬规丛拢利用到、使用到花菜骨的部分，会当减少进口量，嘛会当增加农民的收益。另外，这토마토嘛会当开发做多元的饮料，提悬市场的接受度。夏天的时候，他们可以在比较高冷的蔬菜，那我们可以利用设施的帮忙，让他们稳定来生产这些产品。那我想，这位农民的帮忙的话，技术上有学校或包括我们加工业者来帮忙，在生产技术上面由我们农粮署跟各样的试验单位来协助。农粮署表示，农民也是会当透过分级的方式，把品质较好的农产精品化就市。也若是较第二坎的，就当投入加工的生产链，提悬产品的价值，嘛会当达成调整产量的目标。农粮署嘛会和农民相关的合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